现代第一版圣经，约翰三书。我长老写批互亲爱的加油，你是我真心所疼的。亲爱的朋友，我祝你万事亨通，嘛祝你身体健康，亲像你的心神遐尼勇壮。有几个信徒来，甲我证实你对真理忠诚。事实，你一直有在实行真理，我非常欢喜。听到讲我的囝儿有在实行真理，无一项比这搁较互我欢喜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有忠实接待信徒，特别是出外人，因捌伫会众面前证实你的疼心，请你照上帝所欢喜的，帮助因继续因的旅程。因为因为着基督的缘故出外传道，拢无对未信者接受什么，所以咱有义务接待即款的人，互咱通为着真理诚侪同工。我捌写批互教会，可惜爱要做教会领袖的狄特辉毋接纳我，所以我若去要讲起伊所做用歹话诽谤攻击阮的代志。毋但安尼，伊本身毋接待信徒，甚至阻挡愿意接待的人，搁甲因激出教会。亲爱的朋友，毋通学歹，着学好。做好的属上帝，做歹的毋捌看见上帝。众人拢称赞低美德，真理本身嘛为着伊作证，阮嘛为着伊作证。你知阮的见证是真实。我还有真侪话爱写，毋过无爱用纸笔。我望无久会见着你，咱才当面来讲。愿你平安，你的朋友拢甲你请安，请替我甲咱的朋友一个一个请安。